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3号。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越努力越吃亏。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怪现象积极向上的人，努力向上的人，现在正在陷入贫困正在走向破产。当然了，这个并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埋头苦干就会升职加薪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工薪阶层甘愿牺牲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以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等高额费用。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自媒体叫商引社，作者叫浩然，当然我看是别人转载的他这文章标题就叫全球中产大败局。我们经常说中国的中产现在日子难过，对吧？中产返贫，甚至我们认为这中国就不存在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中产，至少中产这个群体很不稳定，要不然怎么会返贫呢？但是他这个文章说的是全球中产大败局，那是不是意味着美西方印度别的国家的中产也跟我们一样，也是返贫？所以说我们看看这个文章他是怎么说的。他这文章一共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被挤压的中产。他说这几年的商业新闻中，中产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几乎快被用烂了。确实我们经常动不动就来一个中产返贫。他这文章说他说比如前段时间出现问题的山姆、西贝、始祖鸟，还有一些看起来贵而不实的品牌，主要就是中产在消费。但中产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划分标准不下上百种，要综合考虑资产、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等。这里面但是拿出一个比较硬性的收入，就各有各的标准。比如欧美很多调查和研究机构把家庭收入处于中国全国中位数收入家庭的2/3到2倍之间的家庭视为中产家庭。什么意思呢？比如荷兰，我只是举例子荷兰的这个他的收入的中位数家庭，那个收入比如是一年是50万欧，那么他就把这个收入在34万到100万欧这个区间家庭全部视作中产家庭。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我国很多学术研究把家庭一般的是3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的家庭视为中产家庭。这是指的关收入这一块年收入。我想这个应该跟我们的可支配收入要去这个做参考、做对照如果再考虑到房子、车子、金融资产这些，那就更复杂了。实际上中产应该看净资产，就是把你的贷款去掉，净资产，然后再还得考虑你的收入，就是得从几个维度。这个反正非常复杂你比如说吧，王思聪算不算中产？你要说他不算中产，他还算富豪呢，对不对？你要说他算富豪吧，算中产，他没有收入所以说中产这个概念相对比较模糊还有，如果从职业来看，就我国而言，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曾提出中产阶层4个集团的理论观点，他们分别是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科技、金融等行业的新中产阶层、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单位的职工层、个体工商业阶层和就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不管什么标准你很难把这个理清楚模糊的标准之下，很多人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中产。但一个普遍规律是，经济上行期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会比客观标准更多，下行期也就更少。我觉得这个规律是对的，就是你别管你这个标准怎么定的，经济在上行的时候就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中产，或者叫误以为自己是中产，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叫伪中产，就会更多。但是呢，经济下行的时候，那个自认为是中产的人数就会大幅减少。即便有的人是中产，他都怀疑自己不是中产。说白了中产不中产的，那就至少跟你的信心也有关系。而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蒸蒸日上，但人均 GDP 达到5000美元时，60%的日本人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没毛病那就在咱们房地产暴雷之前，或者叫口罩之前吧，我估计有很多这个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还有80年代末期，经济处于上升期的韩国，70%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高如客观指标的统计。
统计，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韩国人只有40%，一下少了30%啊。而按照各个机构的统计，这时韩国其实有大约60%的中产阶级。但不管按照什么标准，在全球各地，中产基本都是这样一群人。一方面，他们借助时代红利和自身努力，实现了阶层跨越，教育水平较高，有着光鲜的收入，在高线城市消费者比较前沿和时尚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脆弱的，不但要承担高额的房贷、车贷，面临裁员、薪资下降等职场危机，还会因自己可能失去中产身份或担忧子女过不上同样的中产生活而焦虑。这个说的相当客观啊。事实上，中产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些年，在全球各国的报道和研究中，中产阶层就经常被描述为被挤压的、萎缩的，甚至很多自媒体干脆给他来一个伪中产，因为你这么容易就贫穷返贫，说明你那个中产是自认为的，是经济上行期自以为自己是中产。不久前，《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中产阶级所处环境已从安全转为受到挤压》的文章。该文章认为，美国很多中产阶级，它是标准怎么定的呢？是年收入5.3万至16.1万美元的家庭。他把这个叫中产啊，跟低收入者一样，对经济有着较为悲观的看法。或在美国收入就是相当于人民币120万家庭收入人民币120万到这个人民币40万之间都是中产。所以咱们要按这个标准，咱们琢磨琢磨啊。你在国内家庭收入40万呢，你就妥妥的在美国都算中产了。来自餐饮、零售、时尚和航空业的几位 CEO 表示尽管高收入者仍在继续消费，但他们中产阶级客户却越来越拮据。那这个中国不差不多吗？对吧？国庆节、中秋节人均消费114。该文章还强调一点，高收入者或低收入者之间信心差距目前已达到追踪该数据7年来的最大水平。也就是说美国的富者愈发乐观，而中产和贫者更加悲观。那这个跟咱们情况也差不多为什么呢？你看上海的豪宅1.6亿，对吧？30万一平的日光，说明那肯定是富人绝对的有钱人。他们是对吧？相对乐观，买起这些豪宅眼都不眨。深圳是吧？那个华侨城那个别墅好像就在香槟湖边上嘛。我有印象，我那地方以前经常去出差的时候那里面有好多餐馆，就在那个湖边上进去的时候，那一片别墅不就是华侨城吗？那里面那个最好的一套拍出57万一平米就是有钱人还是很乐观的。有钱人毕竟少所以你指着有钱人消费，那肯定是他人数少。还有法国，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最新报告说，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从1980年代的65%下降到2024年的54%。那也就是法国的中产阶级那个家庭人数也在减少，数量在减少，而且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剧。顶端10%的中产家庭收入是底层10%的3.2倍，这一差距在20年前仅为2.4倍。也就是说，不仅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在加大，就中产内部，对吧？中产这个阶层，那贫富也在加大。顶端的中产是底层中产的收入这个倍数也在加大。这些都是比较新的报道和数据，但中产衰落并不是这2年才有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跟每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比如美国1971年已经有61%的美国人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但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降低了51%。这个我理解所以产生了这个叫铁锈区嘛，对吧？上个世纪70年代，那美国的中产家庭的户数肯定是多的，对吧？你比如说钢铁厂的工人，钢铁厂双职工吧，那是妥妥的中产家庭，对吧？或者你在哪个工厂，如果夫妻俩都上班都拿工资，那不是妥妥的中产家庭吗？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变成华尔街和那个硅谷的富豪，还有少量的，对吧？这些金融岗位和高科技岗位，那个人数才多少你能跟钢铁厂工人比吗？一个钢铁厂工人的多少万的，一个
汽车厂，对吧？还有日本在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衰退，逐渐从中产阶级社会变成大前研一所说的 M 型社会，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数量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持续下降。实际上就是纺锥型那种稳定结构颠倒过来，纺锥型不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吗？结果变成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2019年经合组织发布题为在压力之下被挤压的中产阶层报告，就认为大多数 OECD 国家，就是经合组织国家，中产阶层已经萎缩，原因是年轻一代更难进入该阶层。该份报告主要归结3点原因：一是低迷的经济增长影响了人们的收入；二是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成本大大增加了，比如大城市住房价格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攀升了太多；三是年轻人在劳动市场上失去了上一代人那样的保护，对工作技能的要求大大提高。当然，上述所列大多为发达国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规模可能是上升的，但如果考虑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以及变幻莫测的职场环境，很多中产处于脆弱状态。在这文章第二部分说这个中产焦虑的来源，他说深层次来看是什么造成了全球中产阶级不稳定和焦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中产的收入和职业发展。一个国家能提供多少中产阶级报酬标准的工作，就这个就是我们老是说的这个优质工作岗位啊。你在我们这儿拧螺丝，你想拧成中产恐怕比较难吧？所以我们只要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学生，他首选都不会去拧螺丝啊，不会上什么流水线。实际上你要在特斯拉，对吧，像那种外企拧螺丝，如果夫妻俩都在那里拧的话，应该也算中产，对吧？夫妻俩在那儿拧到3万一个月嘛，一年就是30多万。你看家庭年收入40万人民币啊，在美国都算中产了。那我觉得你要家庭收入30万，在中国算中产不矛盾吧？他这文章说他说美国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依靠制造业的崛起，使很多蓝领工人过上了安逸的中产生活，中产阶级的规模在持续扩大。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举的例子是《阿甘正传》，说主要描述的就是这个年代。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看过的叫什么《成长的烦恼》，描述的就是那个年代，是大型的家庭情景喜剧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个主人公阿甘呢，尽管智力平平，但工作刻苦，心态积极，性格朴实，他同样获得了成功。这种时代背景下造就的就是一种人人皆平等，都可以追求美国梦的理念。实际上《阿甘正传》很多人都看过是吧？看完之后非常感动。实际上那种感动就是让这个观众也切身感受到，好像人人皆可平等，你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但是现在再过几年《阿甘正传》这种电影放出来让人看，很多人恐怕就很难理解了，就不一定感同身受了。文章说到了70年代中期，欧洲、日本、韩国等逐渐从2战后的残破中恢复过来，他们也都发展制造业，生产全球商品，同时减少从美国进口，于是美国经济开始增长放缓。这时候资本的逐利性质使美国企业一方面开始全球化生产，把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比如对吧，先转移到日韩，后来又转移到大国，对吧，现在又转移到这个印度、东盟，对吧，这些地方。那美国的蓝领逐渐失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压低员工福利、打压工会组织来进一步降低成本。所以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汽车、钢铁和耐用品等行业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工作岗位消失，制造业在就业岗位中的比重从35%的峰值降低到现在只剩9%左右。到了90年代信息时代来临后，工人下岗和去工业化不再成为新闻头条，取而代之的是白领遭遇裁员，他们或是被新技术替代，或是被成本更低地区的人取代。这样即便新技术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也由于资本逐利和过度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岗位更多流到了国外而非本土，消失的好工作并没有新的工作来替代这一切在美国都已经发生了因为你去看一看这个特朗普的选民，对吧？看一看万斯的那个叫乡下人的悲歌，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大量中产标准的工作岗位也就流失了，形成了2元劳工市场，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对立加剧，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
结界几乎难以逾越。好工作集中在金融、律师、医生、经济、科技等领域，就是咱们简单的说嘛，就是集中在华尔街还有硅谷。但是这个只是高度抽象的一种说法啊，就这样大家就理解了。不是美国没钱，也不是美国不富裕了，那只是一群人富裕了，更多的人没有工作，对吧？或者没有好的工作，他们可能被雇佣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或项目，或仅仅作为低成本选择给公司提供更多灵活性。他们的工作没有技能、经验的积累，工资大多由中介公司支付，那不就是外包吗？那我们现在这把各个大厂、各个企业的热衷于外包，原来美国的已经玩剩下了，说没有什么保险和福利，这使更多人难以成为中产阶级。同样，欧洲、日本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产业转移也给中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所以，通过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更多中产报酬标准的工作，避免陷入缺乏流动的二元劳工市场，对于中产阶级的壮大非常重要。说除了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另一个影响中产阶级稳定性的就是中产用来提升安全感的资产都容易波动。中产也是劳动者，只是收入比普通劳动者更高，但中产都渴望通过房产、股票等资本增值实现财务自由，从而摆脱工作。但投资房产、金融资产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大坑，一旦开始投资，就卷入到了金融市场的潮起潮落，自己财产的价值也在起起伏伏。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的衰落，散户在股市屡屡受挫，都表明这些安全资产并不能给中产阶级带来足够的稳定。说房子通常是一种伪装成安全资产的负债。文章说啊，那投资教育呢，同样可能面临学历贬值。这些年全球学历贬值已不用赘述。这种不稳定的财产要求付出真金白银的投资，带来的却是非常不确定的回报。很多中产阶级的资产被金融化了，没有带来更多的增值，反而导致他们应对危机和风险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写了一本《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里面提到自古以来战争和危机一般会降低财富差距，比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富人伤害很大。但现在不一样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富有阶层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甚至更富，而中产阶级遭遇了沉重打击。这个文章的第3部分啊，叫中产阶级的意识改革。上面说的偏外部因素，还有中产自身因素，容易陷入了中产消费陷阱中。说韩国学者具海根在《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一书中写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居住在99平米以上房屋中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收入的90%，接受过社区大学以上教育，从事半专业或更高地位职业的人，一定是那些按客观标准在韩国过上比平均生活水平更高的人。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却认为自己不属于中产，这表明中产阶层的标准被抬高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究其原因，居海根认为是普通中产阶级试图模仿富裕阶层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导致的。也就是很多中产啊，他的消费的目标啊，是盯在这个富豪身上的。就比如说吧，咱们国内的中产，你老想着住那个30万一平的房子，对吧？这个1.6亿的一套的房子，那你就活得累，你就不觉得你是中产，你把标准定得太高了，你认为住那样的房子就是中产，实际上那样的房子是富豪，极少数富豪住的，就这意思啊。另外，中产阶级还在有机食品、健身、瑜伽、美容以及其他炫耀性消费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还有对居住隔离的追求。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汉江以南地区开发，将其打造成中产阶级为主的地区，比如将精英教育资源和主要文化设施迁入，还汇集了众多奢侈品店、高端餐厅、时尚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这也把买不起这里房子的普通中产阶级阻隔在外，而随着房价飙升，他们更难以进入。当
很多普通中产阶级却能把能住在这里视为中产该具备的，抬高了中产的标准。当然，最费钱的还有教育，许多中产阶级积极参与不断升级的地位竞争游戏，驱使他们的是不被落下和不失去中产阶级身份的焦虑。尽管经济状况不稳定，但他们认为子女提供收费昂贵的私人教育。这些现象不只是韩国独有，而是存在于全球中产阶级之中。网上流传导致中产返贫6件套，以前叫3件套，现在有时候3件套太多啊，就合并成6件套。哪6件套呢？说鸡娃、高额房贷、投资、创业、为他人做担保、大病，这是中产返贫6件套啊！你只要沾上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把6个都集齐了，那不就完蛋吗？把6个都集齐了，你就是富豪也够呛啊！这个文章说啊，除了生病，其他都是自身因素，一些焦虑都来自很多人用钱的方式仍然被中产阶级意识牵着走，把网上大量精致包装过的内容当作中产标配，将钱花在了不必要的事物上。中产的稳定，除了对国家、对宏观环境的改善，个人也要像大前研一在 M 型社会中所说的，要进行一场中产阶级意识改革，抛弃过去埋头苦干就能获得升职加薪为前提而设定的消费预算，重新检视自己的支出和投资，管理生活形态啊。这篇文章啊就说完了。就他这个文章啊，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啊。实际上，在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一个工人阶级啊，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或者是对吧钢铁厂的工人，或者是化肥厂的工人，不要紧，你只要有份工作啊，收入固定，你很容易就是中产，对吧？按照这个标准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如此不同的啊，是咱们国家，你要是在化肥厂打工，你要在工厂上班，我刚才说的除了外企啊，你说你是中产，没人信，你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自己是中产，对吧？你在富士康流水线拧螺丝，你能说你是中产吗？富士康里面大量的这个流水线工人不可能叫中产，他只有少量的管理人员，对吧？中层或者高层，那个中产没毛病。但是你看在美西方，在日本，他恰恰是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要稳定，他们就算得上是中产。所以这个差在哪儿？这是我读这篇文章的感觉啊。在咱们这儿，似乎这个你有一份工作，你不敢称自己是中产。第二个，他说的中产的消费，就是我们很多人啊，被这个有时现在这个自媒体啊，还有这个各种社交这个媒体的吧，这个过于发达，每个人呢通过朋友圈、通过抖音、通过这个社交账号向外传递的都是叫什么装修过的朋友圈嘛，什么毛坯的人生，精装修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是不是这意思啊？也就是大家在网上炫的豪车、豪宅、各种精致的生活，实际上都是伪装出来的。但是正因为这种大家都互相伪装，反而抬高了大家的预期，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中产生活，这样反而增加了焦虑。很多人呢，即便他真的是中产，他也不觉得是，因为他的生活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第三个就是啊，你看，不要说我们现在，我们要把我们推回到口罩之前。那么在2019年，大家可以自己去回忆啊，那个时候像不像日本的上个世纪70年代，像不像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70年代那种感觉，认为自己是中产的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房子还没有贬值，房子正在涨，对吧？所有的资产都在升值。我们每个人呢，很多人把本来不该算中产的，都自认为自己是中产。那你比如说吧，你夫妻俩人上班才5年，攒了100万，这个时候家里再凑点钱，在北京买个大房子，对吧？首付200万，那房子很值钱呢，至少800万吧。然后这个时候房子还在升值，对吧？涨个10%就是900万了，对吧？涨个30%就1000多万了。这个时候你难免啊，人有膨胀之心啊，就觉得自己好日子来了，就是中产，妥妥的，怎么敢这个不消费呢？对吧？出国旅游买个名牌包，那都是标配嘛。就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啊。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苗头了，对吧？很多外资在撤离，很多优质的岗位在减少，但是啊，这个房价的上涨部分的弥补了这些痛苦和焦虑，也就是至少你不用担心你攒钱买了个房子然后贬值，这个你不用担心，那你焦虑少了一大半，剩下的就是找份工作，对吧？就即便暂时没找到工作，你也不会着急，为什么呢？实在不行把房子一卖，我还赚了好几百万，怕个啥呢？很多人都有这想法，对吧？实在干不下去，我把这房子一卖，我这首付200万，对吧？我把房子卖掉之后，把银行贷款一还，我手上多出400万出来，
多出500万，我再去个小城市。哎，那个时候网上不有逃离北上广吗？逃离北上广的方案就是把北上广的房子卖掉，去哪儿都能躺平。你看是不是就这么豪气，就这么有底气？本质上还是房地产在涨，但是这个5、6年下来，整个情况是不是发生了180度大转变？现在的悲剧在什么地方？你想逃离北上广，你都逃不了，因为北上广的房子卖掉之后啊，你还负债了，就这么惨，对吧？最近咱们房地产节目里面介绍很多北京、上海，对吧？一线城市的这些年轻的夫妇啊，有时实在供不起按揭贷款了，想把房子卖掉，结果他还贷款借钱卖房，所以说逃离北上广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啊。那我们现在呢，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房价下跌，房价下跌让很多中产啊，就是咱们说的净资产一下就变成负的。如果他还没有失业的话啊，那他还没有直接的痛感，就是他每个月还有收入，完了每个月去还按揭，那么他也不用考虑这事。虽然听中介说或者网上看新闻，房价又跌了，但是他没有直接的这种痛感。那个痛感什么时候有啊？就是你卖房的时候，你这房子本来是800万的，你现在卖它只有400多万，你不痛也得痛。完了之后你把这房子一卖，你还银行的那个贷款正好，合着那你这么多年都是白干了，你首付也扔进去了，这么多年还按揭白还了，直接清零，这叫痛，对吧？如果你不做这个交易，你似乎感觉不到这种痛啊。但是谁又愿意去做这个交易呢？不都是被逼的吗？因为他没有收入了，没有钱还按揭贷款。所以说最近啊，这个恒大暴雷以后，这房价暴跌啊，直接把这些最脆弱的中产就给消灭了。它不叫返贫，这个直接就变成负资产，而且未来翻身都很困难。而这里面有很多人啊，他都并不是那些说我要炒房，我要怎么样，他都是随着这个社会潮流啊，被社会潮流裹挟着往前走。结婚了，他必须要有新房，对吧？有一阵子不是说丈母娘推高了中国的房价吗？你结婚你必须有一套房子，这是硬性标准，否则你结不了婚。孩子上学得有房子，对吧？学区房，虽然有的时候租房也能上学，但是你租房还是这样那样的限制，所以很多人一想干脆买吧，反正自己要住，咬咬牙买了个刚需学区房，结果自己站在山顶上。这是我对这个文章的这个一个感觉。最后我想说的是咱们从恒大暴雷以来每天做的节目，每天这个直播，实际上就是如果你天天听这个节目，真听进去了，实际上是如何帮你保住中产地位，对吧？让你不要投资，让你不要去创业，让你存银行，对吧？让你降低那些欲望，不要去比拼着去消费，馒头加榨菜啊！你看看咱们天天宣传的，实际上是在这个经济下行期如何保住你的中产地位。当然，有的网友说我还没到中产呢，确实也是因为在咱们这儿，你如果仅仅是拧螺丝，你没办法成为中产。实际上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富，叫未富先衰。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享受上中产的生活，咱们这个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跟美西方相比我们对劳动者的保护对劳动者的权益是保护的不够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对劳动者的压榨是最狠的，对吧？当美西方的钢铁厂的工人都能成为中产的时候，我们的钢铁厂工人是不可能成为中产。但现在不一定了现在你要在宝钢正式上班双职工恐怕也能算中产吧。但是其他的钢铁厂就不。我的意思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缺乏一些对劳动者的保护我们工资压得过低，过于追求人口红利，导致一部分流水线的工人本来按照美西方的这种发展模式他们也该享受一下中产的生活，中产待遇。结果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咱们就这个过程就结束了，这就是不幸。按照美西方还有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对吧？这些人本该也算中产，结果他没有享受，他反而要失业了，这叫未富先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